台语文看榜来看台语 MV 伫国际上出头天，这是今年德国柏林的音乐 MV 奖有竞出160条歌，有进行 MV 的小改甲选辑。其中歌手邵大伦大练的台语歌《变身》嘛有入选，是唯一的台语歌，嘛是第一个入选的台语歌。変身我が不動変身我が不動現在世界需要咱來保護啊！達你的 hero。唱網架內底變身做超級英雄，是真濟人做囡仔時攏有的夢想。這條歌變身的演唱者邵大倫大練，講伊一直攏足愛看英雄網架，嘛真介意日本1980年代托庫薩茲風格卡梅拉達等等，總算有機會呈現喺2023年出一支喙的專輯當中。變身也喺今年德國柏林音樂 MV 大獎當中受肯定入選銀幕選輯，是160支 MV 內底唯一的台語歌。影片會當佇夜展覽內面吼來去放送，我感覺這對台灣嘛是一個真好的宣傳，吼啊對台語嘛是一個真好的宣傳。你講哦，原來台灣話加這個日語，吼甲鬥陣過當做出這種歌，啊佇咧遐放送，互人聽到這個歌，我感覺這是我真正咧製作唱片的時候攏毋捌想到的。大練表示，會當互世界聽到台語歌是足公平的代志。變身這條歌用摒掃、本色、分類等等的意象來比喻濟平凡的代志，希望鼓勵伊的囡仔盡本分、認真面對萬項事。嘛希望大家攏通唱歌曲內底變身做阿不倒，用拍袂倒的精神面對外界的紛紛擾擾，嘛通為保護別人、為世界設想。你做會到的代志，咱盡量就是即馬現主時甲咱的本分的代志甲做好。然後呢，每一個大人嘛會當做囡仔的 superhero， 咱攏會當互家己一個願望，就是講我要做別人的 superhero， 會當去保護別人，為着別人來設想，為着這個世界來設想。變身這條台語歌結合1980年代昭和網架演唱技巧 ，MV 的托庫薩茲風格嘛真新式，引起濟民眾的興趣。到今已經有20萬的點閱率。這個德國柏林音樂 MV 大獎主辦單位以影片的創意甲藝術性肯定變身這條歌，嘛打算會喺德國時間6月12日暗時7點，在柏林音樂 MV 大獎影展當中向全世界放送。記者盧尚如、曾俊堯台北報道。